前总统蔡英文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坚，伫昨昏参加台湾美国商会年度活动。前总统蔡英文在致辞时表示，台湾对民主国家甲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有正重要的意义。郭立坚嘛表示，咱台湾和美国的经贸关系要进入黄金时代。继续深化台美关系，台湾美国商会自2025年度会员大会10号开始，前总统蔡英文甲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郭立坚拢来参加。蔡英文致辞时讲到两岸安全议题，伊表示，台湾对民主国家甲国际贸易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郭立坚发表主题演讲时讲到，美台经贸关系进入黄金时代，背后的推手就是 AI 革命。I sincerely believe U.S.-Taiwan economic relations are on the cusp of a golden age, driven by the AI revolution an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y from one focused on cost to one that is built on security and resilience. AI 甲半导体等新科技加做各国拼场的新战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专家分析，为川普的强新讲话来看，对台湾半导体的关税税率恐惊未伤过低。We had 100% of the chip industry, and then they left. They went mostly to Taiwan and South Korea, but mostly Taiwan. And they have almost 100%. And we're going to have,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 big percentage of the chip business are coming back because of tariffs. 10倍台股淡盘，最后收跌上低点26756点，盘691点。分析师认为 AI 概念股出现起势回动，暗过有学者认为美国总统川普释出晶片消息，也造成股市无稳定。在美国投资不见得会成功，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很多厂商，他就是要面对这样的两难，你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那到最后啊，我们可能整个半导体业就会被它拖垮。好，所以这个风险当然会造成我们现在在股市上会有动荡。在外界对关税甲产业前景高度关注的同时，郭立坚也强调，美国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支持两岸对话，相信无共意见应该在无受威胁的情形之下，用双方人民拢能接受的和平方式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